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马。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遭受疫情影响的境内藏人发出希望的讯息；达赖喇嘛尊者祝贺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2名藏人被中共军警虐待致死。藏人行政中央纪念圣雄甘地诞辰153周年。藏人行政中央高度赞扬德勒医院50年来提供的医疗服务。外交部长与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旁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常会。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出席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驻北美办事处为印度驻美国前大使拉奥女士举办接待参会。驻伦敦办事处在英国保守党年度大会上举办有关西藏问题的讲座活动。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在台北出席德国统一日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10月4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向台湾为主的佛教信众传授佛法时，就当前西藏境内的新冠疫情蔓延，导致境内藏人同胞面临管控和限制等困境，发表慈悲开示。尊者表示：高动tham tra shuk这没嘛了，刚刚是这个都是，是的。看到俺子家的朋友他们的做商业别去的，这的要的。哎呢，见面俺子出朋友家些没嘛给，到我的这边就这样带来要嘛的。俺子朋友也得呗。商业别去的人生，商业别去的，这人生的讲那了嘛？他人被把特别学着的是，他差的要的，所以这印度这个他说的今年的下游的，怎么老是没说不是？哎，那俺说朋友看见，怕我现在是个的女性差的要的，哎才是좋으 에네 다가는 생기네 루기슈리 된데기 조사 넘수를 야참을로 에네 mel로 야고죠 에네 나데 사케 장 대여데 이네 레던 저 투무 모이 버시고 인도산에 에네 여러분이 달라마야 참버체 에네 가다 조데 나라서 대베타 세그리 사버시기 에네 수수표게 로 대우천데 대쇼아 대가 차샤네 어다 아들로 다 제주 자자실레데 요래 제주 협동이나 실레데 요래 아다 수고 대사시 음주스 딱제 시두자네 나 안달로 정원이 수 대그리 했네 음지들 시기도 그봐 자들이 인도 그 자식 매망조 롯데호 전쇼아 애니 림베기 자나나는 요원 저되기도 근데 인도 림베 가나서 시시 냠송고 타네 애네 시 자주고선도 동이기 또 검토야지 딴데 연구리 애는 상물로 롯데호 셔도쇼아这是tu시与此同时，瑞典皇家科学院于本周二10月4号宣布，法国物理学家阿兰·阿斯佩、美国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约翰·克劳泽和奥地利科学家安东·泽林格因在量子信息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将获颁202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得知消息后，于本周三10月5号向上述3名获奖者表达了祝贺。尊者在贺函中回顾了在过去40年里与泽林格教授在量子物理学方面进行的数次富有成效的谈话。尊者进一步对泽林格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为全人类带来利益的潜力表达信任和高度赞扬。另外，中国当局于近日对遭捕藏人实施酷刑，导致2名西藏东部地区的藏人致死，并有5名藏人因举办宗教活动而被捕。据流亡藏人媒体报道，一名叫欧珠次人的西藏木雅地区现甘孜州九龙县的藏人男子，据称向当地一家养老院提供食材，于9月27号凌晨从养老院返回家中时，突然被几名警察逮捕。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他在当地的派出所被警方实施毒打折磨，导致他在第2天离奇死亡。中国警方称，欧珠次人向养老院的老人提供饮食用品，是对负责照顾老人的政府官员的轻视。另据《西藏时报》的报道，经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确认，现年52岁的曲塔和其他4名藏人因在甘孜州色达县举行宗教活动而遭当局逮捕。其中，曲塔在关押期间受到酷刑折磨，于8月26号在拘留所中死亡。报道指出，当局要求领取遗体的家属签署一份文件，确认他的死亡不是由警察虐待造成，他们才归还他的遗体。其余4名遭捕的藏人分别为格洛、次多、巴姆和果日，目前被关押在甘孜州监狱。由于中国政府严格管控境内藏人的通讯渠道，目前无法获悉进一步的情况。此外，在圣雄甘地诞辰153周年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总部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司政边巴次仁在活动结束后与媒体互动时指出，圣雄甘地是一位前所未有的具有非凡影响力和鼓舞人心的领导人，他为非暴力的实践设立了基准，并强调达赖喇嘛尊者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也毫无保留地遵循了圣雄甘地的理念。另外，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于本周二10月4号迎来了该医院成立50周年纪念日。在西藏歌舞与戏剧学院举办的庆祝活动上，主办方表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私人医生和德勒医院的首席医生次丹多杰博士为该医院长达40多年的服务。应邀出席活动的司政边巴次仁在致辞时，将德勒医院在过去的50年里取得的成功归功于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并高度赞扬了次丹多杰博士长达40多年的服务精神和决心。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赞扬了德勒医院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护佑下，在过去的50年间取得的进步和成功，并进一步强调了在对病人进行护理时心怀慈悲心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临时大法官伽马战队先生、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助理法官丹增隆多、安全部长加日卓玛等嘉宾也出席了庆典。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还在本周与来自印度迪索姆基金会的研究人员以及来自尼泊尔朗杰中学的数十名藏人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司政在互动时向与会者介绍了西藏和印度之间历史上的师徒关系，并就西藏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讨论。此外，正在欧洲各国进行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于本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常会期间召开的会外活动上，着重谈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总体立场。他还感谢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女士对西藏宗教自由的大力支持。本周一10月3号，诺增卓玛部长在意大利会见了南蒂罗尔州主席阿诺康帕切博士，
双方就西藏问题，特别是当前中共的压制政策交换了意见。随后，诺增装马部长于本周三10月5号在日内瓦研究生学院与亚洲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随后会见了当地的支持西藏人士。在罗马、米兰和佩鲁贾展开访问期间，部长会见了前参议员罗伯托·兰皮、意大利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鲁西亚诺·洛比利、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奥古斯塔·卢蒙塔利、意大利民主党议员安东尼拉·因切尔斯蒂女士、议员马泰奥·卢易吉和意大利佛教联盟的主席菲利波·席安纳等人士。此外，在上周五9月30号，在意大利温布里亚佩罗贾省文化部长莱昂纳多·瓦萨利先生和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的陪同下，诺增装马部长出席了在意大利佩罗贾举办的为期3天的西藏亚洲之星摄影展开幕式。诺增装马部长还于上周六10月1号主持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藏人协会第3次年度大会开幕式，并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保护西藏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来自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和列支敦士登以及英国的9个藏人协会的27名代表参加了为期2天的会议。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于上周六10月1号出席了日本维吾尔组织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办的抗议中国的人权压迫为题的新闻发布会。代表阿若亚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西藏、东突厥斯丹和南蒙古的问题不仅仅是人权和宗教迫害的问题，而是一个邻国对独立国家的野蛮入侵。代表敦促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将这3个遭侵占地区的问题视为尚未解决的国际问题。此外，位于东京的西藏之家于上周六10月1号开始展开为期2个月的藏文学习班。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在欢迎现场参加和在线参加的各方学员，并承诺除了提供藏语言课程外，也将尽力为学员们讲授西藏历史和宗教文化相关的知识。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于当地时间10月3号在办事处为来访的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美大使尼鲁帕玛拉奥女士举办了一场接待参会。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博士感谢拉奥女士受邀来访，并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强调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是解决藏中冲突的唯一途径。前大使拉奥女士感谢驻北美办事处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为她举办参会，并回顾了她于1960年在勒克瑙火车站首次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往事。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与西藏之家信托基金会联合合作，于本周一10月3号在英国中部城市伯明翰的保守党大会会场外举办了一场有关西藏的讲座活动。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仁在讲座活动上介绍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并强调中间道路政策是和平解决藏中冲突的唯一途径。长期支持西藏的英国国会议员诺曼贝克在活动上介绍了英国政府在20世纪初与西藏的关系和签署的双边条约。在讲座活动结束后，驻伦敦办事处通过散发传单、设立宣传摊位和参加其他会外活动，为西藏问题进行了强有力的游说。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米久玉珍女士于本周一10月3号应邀出席了由德国在台协会在台北福华大饭店举办的德国统一日庆祝活动。米久玉珍女士在庆祝活动上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向德国政府和人民表达祝贺，并对德国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持续支持表示感谢。
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